今仔日新闻的头一条是让人真着惊的消息，艺人大 S 甲厝内底的人到日本游览过年，想袂到为着流行感冒，并发着肺炎过往了，而且48岁。其实昨暝就传出着大 S 过身的消息，但是一直无法度证实，是一直到早起，伊的妹妹小 S 才透过经纪人来证实这个不幸的消息。穿黑色西装袖袜，甲长头章卷起来。1月2日，大 S 市戏院到红赛区准协的手手甲甜蜜蜜，参加藏家教父王伟忠大汉查某囝等外家来欢请，手捧酒杯，看起来气势真好。如今却因为流感并发肺炎，伫咧日本过往，享年48岁。大 S 离开世间的消息，2月初2暗时就人伫咧闹，不过消息是有影无影，无人知。直到今仔日透早，小 S 透过经纪人回应，首先感谢大家关心，今年归口走去日本省，我上亲爱善良的姐姐希望，因为得到流感并发肺炎，不幸离开阮，感恩这世人会当做伊的姊妹。互相帮伴照顾，我会永远感激伊、怀念伊，一路顺行。你的电话已转接到语音信箱。目前打电话予相关人员，电话拢无人接。根据了解，因1月29就去日本省，预计2月初3就会转来台湾。不过即马转来台湾的飞龙机已经取消。进前小 S 才伫咧社群网站和妈妈伫咧跳卖淫歌曲，佮讲家己的姐姐无化妆就介水，煞过无几天就和上爱姐姐分离。大 S 真红，王小辉社群个人相片换做是黑色的，好朋友黄伟基嘛抛出全黑的图文，嘉英在嘛抛文讲，接到这个消息，互人是听甲真唔甘，网络顶未将拢来哀悼。不过其实大 S 过去身体就冇有过样过，2017年昏倒送到病院，有讲到家己有心脏病，嘛真侪摆因为伤行夹起来昏袂断院。如今伫咧过年时也意外因为破病过身，互大家是看甲真甘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